背锅，因阮连我讨厌算命的讲我八字重，出将入相，如果爱四界走总，一世人都落命。我想要安定。细汉拄出世的时，住伫沙丁堡，去时的沙丁堡，甲即阵当然是足无共。蛤仔真棒的所在，有一口古井，厝的附近有一条大水沟。爸母无伫厝的时阵，就伫水沟边热趖。阮兜无便所，要放屎放尿，就伫后院的沟仔解决，车舀水甲冲标。遐尼细汉的时阵的弟弟，实在是无深，但若有一寡片段，亲像妈妈骑空灵车载我，我的脚互甲日铁后连，靠甲真正力。佮亲像有一摆用刀片写鉛笔，因为囡仔人袂晓作力，一个无水字，猪仔的皮写一大片出来，血一直流，疼到透袂出声。有时啊，看到壁顶有一把线虫仔，就摕妈妈的热仔爬悬悬去甲读。爸爸为日本转来的时阵，早一台发电机，暗时电火切掉，发电机拍开，豆叶伫壁顶。爸爸操作，切一声，一张幻灯片换过一张。阮看甲大喙开开，看煞了后，电火一开。才发现一大阵厝边的囡仔拢爬伫阮兜的窗仔门底看。即阵差不多是台湾开始有电视的时，如果阮兜甲厝边并无电视，会当看到幻灯片，已经足稀罕啊。